有对人类有贡献，皇帝有分封，也係講嘅呢，你就講將佢看到養生，比如講加廣告嘅群公啦、馬祖啦，係就個人樂費啊，物業費啊就歡迎大家收看維基百科嘅節目，我係徐貴陽，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嘅檢驗處理教授。今日咧，我來講嘅主題係客家信仰和民俗嘅文化。今日同樣有3個同學咧，對客家信仰當有興趣哦。也就係3個，請自我介紹一下好冇？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莊家基，歡迎大家來共下了解客家信仰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馬彩友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陳冠，大家會專心上課哦。各位同學，今日你講嘅客家信仰，我想問各位同學看，大概第五卡，也係講人嘅莊頭，你信乜嘅神啊，也係去那拜爺呀，對哇？信乜嘅神？呢個第五卡就係應該係三官太帝。三官太帝啊，哦。還有長板中瓜子，拜公婆，還有婆。咁你咧？就阿公阿婆會拜阿公婆，還有其他嘅就哎呦，阿公婆以外外婆是會拜嘅太子啦。太子呀？係啊，是會拜太子，還有北公廟，你北公廟拜嘛冇呀？總共就拜阿公婆啦，三官太帝阿公，還有北公太子呀，還有其他。人家就可能天天太陽嚟去啦，先生，我想問一下客家嘅信仰嘅來源，到底係乜嘅源？我都得了解一下。你講嘅信仰特別你講信乜嘅，因為主題講緊一下嘅嘛基督教啊，天主教啊，乜嘅教嘅外來教以外，你係講一般你客家，一係講台灣，一係講中國也好你一般嘅傳統嘅信仰，就講廟啊，去廟方拜，有一個屋卡地位，屋卡度嘅也有神明啊，一拜安尼。所以講來年來講當然也簽法。你講乜嘅客家信仰，可能會有人安尼問啦，嗰種你講客家信仰就客家人拜嘅，客家人信咧，可能有時咧。含糊我講唔到錢啦香港有談過嘅老少經驗嚟講，以前係拜橋頭。橋頭王嘅沙畜嘅呀，係沙畜。沙畜其實就係，其實就嘅沙畜雖然一唔係漢畜啦，其實廣南嘅叫做少數民族啦。一般個漢人嚟講，也係講其他民族共同嘅相叫自然移出。自然宇宙，自然而出嘅神明啊，所以講有講神明嚟講，你講，因為我們講自然天然神天然嘅神咧，都係講你台灣人啊，因為做幾時嘅，對世界對人嘅神法，對所有嘅人嘅來源也都充滿了解，故所咧會敬天敬地啊，對上天對土地。甚至講對水也都會當敬重，因為講也得來不易啊。唔想講今日來要落水，唔敢有話都講，唔好落水。可能很難很難聽講嘢，春月頭，很講聽講春月頭。要落水。很講風采冇來唔有可能冇話都人天生田啦，嗰個對太自然，嗰種敬重，嗰當尊敬，嗰個你。敬奉天公，要拜土地，故作你有天公，有北公咩土地神啊，你講嗰啲北公，跟住嗰啲同佢嗰啲人格化嘅人格神啊，人格化啦，譬如講當尊敬、當親近、當親嘅神啊，
嗰個也做安尼嘅身邊嘅吼。當然天公咧伊嘅壯觀一切咧咪吼，即講安尼嘅做即講安尼變嗰個民間信仰，哦也嗰啲嚟講，也唔係一隻教啦，唔係講像乜個佛教啊、天主教、乜個道教啊的。其實大家講，一嚟民間信仰變道教啊，其實是一講特別同人納入也就道教嘅觀念呢同啲啲啦嚇。其實只係一種民間信仰。有人講老講到我哋乜個普化宗教啊，嚇普化普通嘅普啊，嚇普通嘅普啊，化學嘅化普化宗教啊，其實佢特別係一隻嗰啲民間信仰咧。佢說嗰啲自然神嚟講，從日頭，嗰個除了天空嚇土地白宮以外，白宮嗰啲大家都熟悉咩？土地白宮，哦那邊都有咩天頭天面嚇，那邊都有咩嚇，撞頭撞面都有。嗰個天公、土地神，嚇，嗰個水神，嚇，還有河神，哦，甚至當到係天然界嘅神，哦，甚至石頭，安尼啲咩先神啊？你像講安尼客家東西咧，就石外啊，有冇嚇？哦，石外啊，石外保佑社會啊，嚇，就嗰個也有神，啊，也種人因為個天嘅啦，嚇，天嘅咧可能神話傳說。神話傳說咧也有啊，嚇，特別封神榜地杯，封神榜地杯嚇，要叫做到嘅封神嘅嚇，有冇？神話傳說乜咧？中間唔夠講嘅，有一首講嘅太子爺，哦，像太子爺、哪吒太子啊，嚇，還有嘅像家還有講嘅上一節你講嘅很多女媧補天，有點像神話，母娘啊，嚇，咁樣啲神話，像神龍有冇？五國太帝啊。五國太帝吼，你江中人吼，當先嘅咪吼，從苗栗除咗海鮮嘅好多莊頭，客家莊頭，差唔多每一個鄉鎮都有一隻五國爺。唔像龍潭，龍潭咩五國爺，新武咩五國爺，吼嘅新竹咩五國爺，嗰個漢人啊普遍咩當先，吼。因為以前看江州嘅，江中係江莊咩江中，吼嘅關係，嗰個。他講就新五國爺，就係保生大帝啊！哦，佢等下按照講下嚇，係等下按照講下，即係也做嘅神話傳說咧嚇，嗰個上古時代傳下來，像吳王廟啊、神農嚇，甚至盤古有冇？嗰個盤古開天有咩神話嚇？神話傳說安尼有新安嘅東西，嗰個係啊，安尼也是。第三嚇，漢語種族。所以講係按照佛陀啊，佛教、道教就嘅按照乜嘢就安尼傳下來嚇。比如講觀音像嘅佛教嘅咪嚇，結果咧而家就變到安尼係乜樣咧？拜觀音像，除咗講佛教以外，安尼個觀音松子，你話？哦，觀音松子。為咗求生嘢，就要拜觀音係觀音松子。因為按照乜嘅，按照講俗世嘅佛陀啊，嚇，總結咗到呢個嘅民俗嚟講嚇，有講從從人嚇信佛變到特別嘅和尚嘅嚇，你講嘅和尚嚇，和尚嘅就是和尚。在講嘅嚇，嗰度嚇，而結果佢受托有神嚇，結果即個神田也講你講台灣人講嘅草甸過神嘅，就嘅舍利子，就嘅身體模塊啊，變到講肉神嚇，佢才做像個乜嘅天廣佛啊，係嘛？五品嘅天廣佛啊，哦，冇就像梅縣嘅梅縣嘅咯。慚愧主持啊，對唔對嚇？所以係就講佛陀嘅屬性咧嚟講，最多嘅就係靈魂嘅啦。人啊，過身嘅，嚇過身嘅，結果咧就有公嘅，有羅嘅，皇帝有分封嘅，像媽祖啊、關公啊，一條包青天啊，一條嗬，一條咧嗬，就變到台灣人講嘅陽神啊。陽神啊，最近咧就講將
还有講像人過身入邊鹽咧，有冇嚇？冇分封咧，像一般講咧灣山啊，按拜按五條就錯。灣山夜天基主啊，嗬，又係講太宗爺啊，就又講乜嘅間咧，有冇嚇？像一條做到鹽神，啊呢個人貴人神，人神都個陽神，一做祖先嚟講嗬，就變咗講係一靈魂咩嚇？自家祖先，你漢人嚟講，佢將看到神。嗰種你人過身嚟講，上神作嘅咯，吼，也係做神嚇。嗰種將祖先看到神，嗰種你係咪拜祖先，全部用神嘅禮儀嚟拜嘅，方式咪嚇，像拜三世啊，就會拜神。該用神同迎神啊，用難分祖先來講。哦。迄一隻意思就一隻按半條。唔係啊，唔係啦。一隻裝意思，一隻裝按。唔係啊，所以個陽神也有一個人神嚇。一頭擺嚟講，即係佢有功勞，嚇，要對人類有貢獻，嚇，皇帝有分封，嚇，也係講嘅呢嚇。你就講將佢看到陽神啊，比如講加廣告嘅嚇，文公啦、馬祖啦，係就嚇，個樂費啊，嗬，物業費啊，對，嗬，有啲問題就產生了，有啲嗬，像民間嚟講，自家將呢個祖先嗬，就看到神，只係個結婚，皇帝冇分封，人哋看過神，譬如就冇聽出來嗬，人哋個主公啊，人哋人哋分，有啲上邊要講移民爺有冇嗬？移民爺一般就係從人咧，幾人嘅出戰喺度為國也好，為呢客家又好，為莊嚴也好，是嘅。結果佢哋咩新婦也好，也用要平整移民咩也好，也投婚移民咩也好，叫做就用為到大家嚟犧牲咧啊！嗬，有人講係鹽神，頭擺嘅課本咪講係鹽神，咁客家人就知道哦，因為將佢看作鹽神，嗬。應該看到陽神當初，也注意到正義嘅。係啊，你要拿你手。也就講頭擺嚟講，乾隆皇帝咪有分過有大牌。係啊，分過我哋播種咪嚇，所以講應該看到陽神嚇，加講祖先嘅陽神啊，即係自家地看到變神，其實佢係。唔係陽神啦，佢係咧算鹽神啦，但是你也看作神，嚇，但是佢係神同一般嘅鹽神又冇同樣，要比較緊嚟對位嚇，也因為也你看到陽神，因為係皇帝分封過。我說其實移民啊，過年就係太子家就係知道佢係人，其實佢係陽神。你因為你就係用字乾隆皇帝打一張牌，有分封過嘅嗬，其他全部太宗爺啊、灣山爺喺講嘢地方嘅嘛，18皇宮啊，嗰度古陽廟啊，古陽廟啊嘛，就也係講嗰度安尼嗬，睇就係鹽神，有目要到神嗬，我們你有時咩親難講，從明朝嘅長公婆，佢最大嘅神。最慢拜啊，是翻卡通拜嗬，明朝多，其實頭拜佢咩明朝神，不過民間故事化落去嗬，就變到就變鹽神樣嘅，嗰個佢拜嘅東西就變輕簡單，嗬，用字個劍少少啊，一下拜一下再拿起來，嗬，嗰個一神明你看樣變化，佢本來一般嘅用嘅田園嘅神，結果民間故事化落去。因為民間故事話，係咪係要繼續講民間故事嘅時候，你就講幾邊咧就無限度講。佢講咧側邊鹽神落去，鹽神落去，結果咧，人家要我祈求佢嚟報復先人咧。係啊，你講有兩年，他有家人講啊，他有按頭責，有洗澡田園咧，有神話傳說咧，佛陀咧，最後是靈魂咧，他有按樣，他有了解冇？要不靠當初從就講除了阿公婆以外，土地良神以外，所以門神以外，就有那天神爺。天神爺嗬，就係天干啊嘛，天干
天干师傅，一個人講天干師傅，也出門大部分人也出門咧也偏殺，做偏殺，很少人都也偏殺。咱也想要請問一下，就係像呢度客家人嘅建築物啊，拜拜時有乜嘅特色？另外像人家問題啊，嗬，我就譬如講人家信仰嗬，信仰你客家人嘅信仰嗬，普通嚟講嗬，都係最重要嘅係拜祖公。我是有個朋友嗬，叫我乜嘢什麼拜，我就拜祖公。其實係樣嗬。佢說你客家人嗬，當中有特色就係講，拜阿公婆咧，你要公堂，嗬，一般人要公堂，一隻種出一隻公堂，有兩隻公堂，佢結分，佢乜嘅房，放下來，要種公堂，要分出啲公堂啊。公堂上到乜嘅用做得啦？一安尼嗬，你就看一下嗬，一隻圖片底背嗬，你看你公堂嗬，公堂嘅堂下嗬，個東昂啊、中心啊，亦都排入主牌，主牌嗬。東昂一天咧就會中嘅來台主要嗬，也係講原來嘅中主公嘅原主啊嗬，頭擺來呢啲嗬，來台灣嚟講嗬，大部分以北部嚟講，他們以來台主為主，南部就冇天錯啦，嗬。南部其實佢做來，可能其實要喪失到頭擺嘅主公，也係講一絲主啊，嗬。喺台灣咧，就係做朝用午嘅嗬，鴉片，按嚟對，譬如來台15時，也15、16、17、18，按嚟一天擺東昂啦，一天擺東昂，也做係公堂，跟你講一般咧。大家演目嘅，也唔係公堂，比如講唔到山村啊，嘅村莊地方有用嘅咧，喺度看一下。所以講有一年嗬，有啲人咧啲動啊，拜觀音娘啊、媽祖嘅啲神像啊，嗬。唔過咩係呢度嗬，跟人咧屋企嗬，唔過記隻阿公婆牌嗬，記啊，呢隻阿公婆牌，又喺來台住排一下天啲安尼，記咩阿公婆咩啲度啊？可見啊，嗬！你阿公客家人對祖公啊、阿公婆嗬，非常嘅重視你奈來嘅，嗬！所以講喺呢個慎終追遠嗬，年頭一天愛近嚟蘇家都係上次講嘅，是各自拜書題，嗬，敬田敬地敬祖，嗬，也係最重要田地，田地拜田拜地，所以烏卡地杯。有拜田神，就會講高人家敬田公，敬田就係敬阿公婆，所以樣，敬天一下杯有隻唔係良神，個良神你一般哦，有冇去哦，所以按良車圖，個良神嘅嘢嗬，良神嘅 TV 差唔多就係八公，所以良神八公，所以門神，門神也係你客家人一般按嚟嘅。當然啦，公堂只有卡嘅嚟啦。公堂因為佢一隻種出咪嗬，不過佢有一隻乜嘅特殊嘅嗬，其實我想可以啊，一陣講，有人要靠到金絲哦，有小金絲，有人也嗬，漢人也做一家人嘅佢有嘅漢人做過漢人，所以佢也可能以前有做，係啦，有家嘅主公有做過安尼，故所咧佢就學不講嘅公堂，一般咧。人家嗬，可能就較無安尼，就大家人目嚟就安樣嗬，即係一般木，你講主公主菜家、主菜內，拜神咧，就要落去拜，故所咧神明喺落拜嘅，不卡度就冇按神明。當然有一年咧，大家人目同樣要拜觀音娘啊、媽祖啊一條嗬，阿公婆咧就變咗晒順行去，也係可能較春台發生嘅事情，嗬，山村啊，嗬，山戶啊，嗬一條山戶啊，嗬。以前正統嘅鄉里，就係也正統嘅，也是銅鑼嘅像5年嘅啦，嗬。人家講我哋做特別吳子光
五子不错宫，不错，你去对同，一同路去呗，也係平鎮嘅松木莊嘅啦，嗬，松木莊嘅，平鎮嘅隔壁嘅邊。古時候你不卡拜阿公婆嗬，後來也種有神明標來標照片啊，標觀音啊，也係講其他嘅神啊，鴉片上咧拜拜義民爺，有嘅不卡人拜義民爺未有啦，嗬，也有人拜三觀，也有人拜其他嘅神，嗬，神在廟，還有神在外，嗬，也不靠當初從就講除了阿公婆以外，土地良神以外，所以門神我拜就有有那天神爺，天神爺嗬，叫天官，天官嘛，天官師傅，一個人講天官師傅，也出門太夫人，也出門咧也片上，做片上，嚇少人都也片上。有片是他想有少數人啲啊，太夫人就會按神，所以講也天官師傅啊，天官師傅，所以烏卡嘅裝批就會按樣。你將阿公婆看作神，所以講拜阿公婆，係冇講拜阿公婆，見阿公婆，我見阿公婆啊，敬祖啊，見阿公婆，見阿公婆咧用三神，用三神，一般就講係用三神，做唔得當碗。多碗嘅好容易咧，嘅儀式。後面做唔掂拜肯德基要做。肯德基啊，都一堆嘅。做唔到，肯德基肯佢拿規則嘅來。麥當勞嘅冇肯佢查，見有人來用拜嘅賬號嘅啦，嗬。嗰時講現在，你做阿公婆識得關啦。冇關眼包講做唔掂。阿公婆識得關啦，嗬。所以呢個祖先那個鐵石係按樣，啊你行人哋當祖宗拜阿公婆，拜神啊最攞拜，係拜攞拜嘅神。像我講阮吼，該我哋啊拜不假嘅神外，我哋啲廟地位都有，我哋嘛該做嚟拜。該當到啊唔係。那馬來神最要間唔講嘅很多馬來咧，唔係睇就間唔要講嘅馬來開裝飾，有馬來保生大帝保生大帝，保生太帝啊嗬，保生太帝呢佢係好多年嘅神，好多年好多年嘅神，故說你也講有嘅很多天然嘅神來講嗬，係人家。漢民族大家就拜嘅，家講嘅天公啊，乜嘅人對不對？但是你拜嘅神沒有嘅地方拜嘅，比如講睇到保生大帝就會纏族人，苗栗人講泉州人啊，泉族人，泉州要變人講纏族就泉州，叫做拜嘅神帶過來拜保生大帝。也應該係傳過來，當然從傳過來，也當然係也做係好多人拜神，而且係泉州人，傳到纏族人，苗栗人講泉族啦，潛水嘅潛咩？潛水嘅潛啦，也佢係按照地基神啊，泉州人、泉族人帶過來嘅，所以講那位嘅開發，亦都那位嘅開發，嗰位嘅就有嘅神，所以講。有個廟啊，你做嚟看下歷史開發嘅情形啊，開發歷史嘅情形。今日課程都一下為止哦，都要結束咯。你下一拜再見，神蒙大家安子些。